药所客家猪肉产地标示公布伫咧桃园的新兴冷冻食品公司，将美国抑有加拿大猪肉合作回来卖，不过产地敢若标示加拿大，认定无老实标示违反食安法，卫生局上当会当甲因罚到400万，而且阁要继续调查即寡猪肉敢有来客倒巴案。天气豆豆转凉，未少人爱食火锅。毋过，小苏家地方卫生局调查发现，有火锅肉片用到美国猪肉，产地刷标示是加拿大，食嫌标示不实在。因为它是火锅肉片啊，所以可以想象的，它消费的场所都是卖到这个小型的这个火锅肉片会使用的这种商家。那我们有掌握的大概有80-90家。小苏表示，至今伫桃园龟山的新兴冷冻食品公司透过批发商卖美国冷冻猪前腿肉做成猪火锅肉片中做肉，或者是甲加拿大猪前腿肉做成猪火锅肉片中做肉。今年8月20日进行制作外包装，产地拢只标示加拿大，违反食安法，会罚4万到400万。我们都有下架回收啊，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有跟卫生局报备啦。小苏强调，业者接回美国猪肉数集总共有94000多公斤，已经用9万公斤制成10多公斤的混合肉。业者勘涉刑事部分会依请检调内政办，同时会针对库存的肉片检验新属含有3肉精莱克多巴胺。第2两天就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